差少少，真係差少少，點都係差少少。喂兄弟，我到底同 Maggie 爭咗少少係咩咧？你差咗皮膚管理啊！你又夠暖男，又貼地，又細心，又有錢，係嘛？你就係差埋皮膚管理埋咧，你就真係完美啦！喂，咁啊成總啦，你醫美太子嘢嚟噶嘛？嗯哼，我冇手。唉，好啊，嚟禮物啦！喂，靚咩？掂啊？掂啊？啊，請啊 Thank you。哇 Kenneth 真係唔話得，幫我安排晒一連串嘅護膚保養，所以而家咧就去做一個最新型號嘅 M-Fusion， 幫我淨化翻啲肌膚啊！哇，唔使都唔知原來啲毛孔咁鬼污糟嘅，清潔完之後，呢部儀器仲可以幫我建立翻一個皮膚嘅屏障，有健康嘅皮膚，黑頭啊、暗瘡嗰啲就唔再怕啦。哇，正！點啊？咩歌？咩感覺？你啲平時做嘢咁忙咧，而家發現做 treatment 又可以休息下，又可以嘆下，真係精神晒。多謝你啊，成總。講呢啲，我期待等你哋個貼啊！加油啊！放心啦，我會加油㗎。